2022年，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，台南市包括教育、警政治安、观光休闲、甲经济就业等议题，拢是6都第一。整体满意度超过7.3，得到4.5星，排名6都第3。面对这款的表现，以及支持市长委托竞选连任有6.6%的支持度。希望但撇约上伫中日顺就要求市长思考未来施政有什么愿景，和市民有感。我想说，你应该有很多的未来的一个愿景，愿意跟我们市民朋友一起分享呢。所以我想说，在你认为说市政的推动方面，有哪一些方面你觉得说还不足的，还需要再持续努力的？简单的说2个部分，第一个，在市民的福利方面我们一直议员不管是不同政党的议员，大家都非常努力，要想替市民争取更多福利。这一点，我希望在我的将来如果能够，如果说下一任的部分，希望能够着重在这一部分。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公共工程的部分我们现在都看到了，就是一些基础建设。第一任当然是打基础，如果将来有第2任的话，要把在这个好的基础建设上面，还要能够再做更多。台湾进一步针对外界所关心，但是疫情的高峰敢已经过去。对此，市长表示，快筛阳性就算确诊的新政策实施以后，可能会有另外一波的高峰。所以，针对疫情，市府团队有完的密切观察。同时，台南市原本预估的医疗量能应该是有够。万一疫情持续增加，才会加强防疫旅馆加集中的检疫，来收治较轻症患者。台南新闻，军事林根采访报道。